有個病人咧，突然間感覺到下邊火辣辣咁刺痛啊，發現佢嗰個絲襪花園生出一個水泡咁嘅嘢，嚇得半死。嗱嚟到醫院 check 一 check，發現生殖器疱疹。呢個到底係咩東東啊？生殖器疱疹咧就係由單純性疱疹病毒 HSV 2型感染引起嘅，小部分咧係1型。主要嘅臨床表現咧，生殖器嘅疱疹同開放性嘅潰瘍特別容易復發。佢主要係通過咗性傳播。如果係人媽媽臨近生育嘅時候感染咗生殖器疱疹，30%到50%都係傳染俾寶寶嘅。當然啦，亦都有部分嘅感染患者咧，佢冇症狀，佢根本唔知道自己有疱疹。單純疱疹病毒咧喺乾燥室溫嘅環境下咧，好快就會死㗎啦，好少可以通過空氣或者衣服上咧進行傳播嘅。據權威嘅報道咧，有4500萬嘅美國嘅青少年同成人咧係感染呢個單純性疱疹病毒。單純性疱疹病毒呢個名咧聽起身咧就幾單純啦，其實咧佢一啲都唔單純啊！一旦感染真係無法根治。但係本病引起嘅大多數嘅問題咧，都係出現喺最初嗰幾年，之後嘅病毒咧一直無法被消除，佢會一直咁存在。大多數咧係唔會引起症狀嘅，唔影響日常嘅生活。即使個病毒活躍，都可以通過藥物嚟減輕同預防呢個症狀。